早晨，大家好，係馬年啊！今日係年大初一啦，依家係青山寺啊。咁我而家就係6點15分啦。咁我而家青山寺位咧，可以上青山1個鐘啦，即係大概係7點15分就到啦。今日係好多雲啊，好大風啊。咁啊，其實諗住上嚟睇下日出點，佢就睇唔到啦。咁咧，咁就行下啦。咁新年第一炮係舊曆年，咁就係咧，都係好似黃旗咁樣，祝大家馬年啊，心想事成啊，身體健康最緊要係。好啦，拜拜。依家喺回頭是岸啊，依家係6點26分啊，咁行咗11分啊，先到呢度啊，行得好慢啊，但係唔緊要嘅，慢唔係問題嘅。咁啊，最要咁啊，舒服嘛，因為我啲傷殘人士行唔到快，隻腳就痛。咁啊，咁天氣都係非常之大霧啊！上山頂應該都係烏雲蓋頂噶啦。好啦，依家係36分啊，6點36分，我哋而家變咗青山頂啊呢個方向啊，咁就出發啦。咁啊，開始都光噶啦，但係睇下會有人落嚟啊。通常咧啲人好早噶。好啦，我哋已經光緊噶啦。好，繼續出發啦，拜拜。而家係鹿屋仔啦，唔係鹿屋仔，而家係幾點啊？6點51分。咁我哋對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上就已經好多人落緊去噶啦，其實都係好早上去啦，起碼6點前啊應該。咁咧，咁啊上到依個青山頂都好大霧啦，應該都係全身都係霧，係過多20厘米嘅霧啦。好啦，咁啊點都可以繼續前行啦。哇，已經好多汗出緊啊！咁啊，好啦，拜拜，繼續前，拜拜。點嚟4分啊！依家係好多已經喺個雲層裏面啦，我哋喺危險唔係近嘅地方啊。咁啊，繼續行啦，前行啦，係啦。咁你睇下，咁嘅天㗎，其實已經好多汗啦，而家。哇！你都識犀利喎。好啦，繼續前行啦，即係6分，唔知幾分啊？得唔得？應該可能爭5分鐘先到頂，會遲，可能20分先到啊！好啦，繼續上啦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！依家係26年嘅2月17號啊，係大年初一啦。今日係7點16分啦。咁啊，到咗呢個位置，終於都完成啊！OK。放飛機喺度，太大風啊！直上直落都得嘅。好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0747上面玩飛機一下咧，我好驚，因為咧翻唔到轉頭，即刻走，放咗轉就走啦，一次咋。咁我而家就走啦，今日玩咗半個鐘啦，喺上面加埋等飛機都等咗成8、9分鐘，等佢冇電自動降落啊，都唔止啊，即係差唔多10分鐘都有嘅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安全去慢慢行啦。咁啊，成身都好多水啊！因為而家冇水去嗰度。OK， 拜拜。大家好，而家8點20分啊，咁啊，終於都完成翻呢個馬年第2擊行青山。咁啊，放唔到飛機因為太大風，呢度就冇風啦。但係先喺山頂嗰度好大風，同埋爭啲有少少飛機失事，收唔到翻嚟。但係點都好啦，咁啊安全啊咁重要，身體健康祝大家。好，拜拜。馬年初一完成青山寺啦，依家係0830啊，即係去咗2個鐘頭14分鐘，咁啊完成咗個青山寺啦。由呢度計，咁啊今日26年嘅馬年啊，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啊，出入平安啊，財源廣進啊，一定係身體健康第一先。
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早晨啊，大家好，而家係馬年嘅年初，而家係25年嘅2月17號啊，而家係青山寺係大年初一啦，而家係太大風啦，想放飛機都放唔到啦，咁啊行個青山行下就落去睇下咩環境先，拜拜。